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甲咱边仔兄弟姊妹讲，天父恩典真正大。咱来唱这条歌，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隐藏，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作伴。咱着算少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开隐藏，互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窗，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开车吟诗，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咱着用欢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耶和华，你是阮的石盘，你是阮的盾牌，我们欢喜来学乐你。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隐藏。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作伴。咱着算少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开隐藏，互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窗，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拢为声吟诗，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你着开隐藏，互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窗，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拢为声吟诗，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拢总相甲欢喜。感谢主的老主，阮要伫遮来敬拜你。再来后一条，咱来唱《触摸到你》。主啊，阮要伫遮来亲近你。主，阮较无来帮着你，求你帮助阮。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早晨我等候亲近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
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让我触摸到你。难以相信，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早晨我等候亲近你，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主啊，我的心要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赐予我勇气，赐予我气力，互阮会当行人生的路障。主啊，阮要搁较亲近你，因为阮知你是阮的上帝。我伫立，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让我触摸到你。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让我触摸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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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到你。主啊，我要伫立在你座前。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
主啊，我触摸到你。咱有一条歌来唱，你欢喜的祭。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情。我要对你的圣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又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奉献。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情。圣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又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我要对你的圣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又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才做你欢喜的祭。主啊，你的是给救赎阮，我要永远伫你的圣殿内而乐敬拜你。阮后一条来唱，后一条来唱，因你实价。主啊，我们单单仰望你的实价，因为迄个实价是阮的目标，我们紧紧来跟对你。唯有你，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你
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因你的施加，因你的施加，我活着；因你的施加，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的生命中。主啊，你的世界是遐尔细，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因你的施加，我活着；因你的施加，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施加，我活着；因你的施加，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我来敬拜你，我来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一生上大的救主，我们一生来倚靠你。施加，我活着；因你的施加，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施加，我活着；因你的施加，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主啊，感谢你。我来唱上尾一条歌，以马内利。主啊，你的恩典救赎阮，你的疼痛临到阮。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上的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上的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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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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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我仰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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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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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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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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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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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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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主啊，我们要来荣耀你。主啊，我们要踮伫你的面前来荣光你，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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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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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生在生在暴风雨中，感戴仰望你。请咱安静心来做早起的礼拜。请走吧。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意爱？我的心神愿望耶和华的殿院较分气，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人，你着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这支夜字代表希望，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夜字。这支蜡烛代表慈爱，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代表喜乐，我要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
咱做伙来吟圣诗101首。圣诗101首，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那这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咱来看启用文31篇。启用文31篇，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得点伫黑暗。
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请咱再来吟圣诗96首，大家吟碧丽园的诗，读者伫遐收经，真好消息传播，因知天使对天落来，伫早照碧丽园的光，今日照伫四方。耶稣出世，地上和平，天使吟诗涌涌，请咱坐咧吟全首。大家吟碧丽园的诗，无遮伫遐收见，真好。消息传播，因在天上。
请咱做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流。伫2020年最后一个月时，阮献上感谢、乐乐。主，这是你的恩典。主，你也应允阮讲，有你的恩典就教育阮用，因为你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主帮助阮，互阮无得隐瞒家己的软弱，乃是倚靠你的恩典，更较深来经历你的慈爱甲信实。亲爱的主，面对多元化的世代，我们恳求主赏赐阮安静的灵，去接受迄个阮袂当改变的，也赏赐阮勇气去改变阮会当改变的。特别赏赐阮智慧去分别，什么是阮会当改变，什么是袂当改变。恳求主保守掌管阮的心，互阮一世人拢行伫主你旨意的道路。因为阮深深相信，认捌你是阮一世人上水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门。上帝有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忧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我平安。好了，请圣歌队。
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旧约圣经约伯记42章第5节。约伯记42章第5节。我曾耳孔听见你，打我的目睭看见你。接下来，咱再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3节。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3节。拄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义阁敬虔，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点伫伊，伊捌得到圣神指示，在伊犹未死，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伊互圣神感动，就入殿，伫遐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要甲伊照律法的例来行。迄时，西门用手接婴仔，学了上帝讲29节：主啊，但照你的话，伫透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33节，伊的爸甲伊的母伫奇怪所论婴仔的话，讲到对找奇妙的三拄，咱请曾牧师。所听遐的姊妹，也所听恁。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真有福气，咱有2位真高龄的90几岁的咱的长辈，有素姐啊，佮有郭依林的阿嬷。咱真福气，有2位90几岁的咱的长辈，甲咱做伙做礼拜，就亲像今仔圣经即个西面，是一个年长的人，伊看见上帝恩典。第二有福气，就是咱今仔有4个红婴仔。是今年出世的，叫做今年出世2002的宝贝，4个红婴仔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第3个福气就是后礼拜，咱的教会要庆祝圣诞节。愿主耶稣伫今年大大祝福咱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恁敢有意爱，会当真实来得拄着咱的救主耶稣？今日牧师要邀请恁的，就是这个祈祷，因为这个祈祷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福气都爱去对找，所以牧师今日甲恁邀请讲，对找奇妙的小拄，小拄会着，台湾人安尼讲吼。但是这个小拄是好的哦，毋是讲歹的，就是讲主耶稣，我要亲目睭看到你。主耶稣要伫我一生中间真实的经历着你，毋是干那听讲，是真正经历着主耶稣你降生伫我的家庭，伫我的生命中间。伫咱要领受今仔日圣经的故事进前，牧师要邀请咱搁一届同心来祈祷。是阮人民世间人的上帝，愿做伙组织伫圣殿内底。伫礼拜中间，阮出声祈祷，阮求天父上帝赏赐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福音的欢喜，是一个人看见上帝的阳光的开始。主求你，互阮毋是干那听故事，互阮真正伫阮的祈祷的中间，阮会当领受上帝你对天顶来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大声恳求你，主啊，无论是阮的年长的长辈。无论是拄出世今年的4个红婴仔，愿天父上帝施恩伫阮的顶面，阮来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基督徒需要认真甲上帝讨，咱毋是干那听讲道，因为咱若真做一个听讲道的基督徒，太可惜了。
因为上帝的祝福是真个活，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咱会当甲主耶稣三亲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年的圣诞节所发出的祈祷，上帝听你的祈祷。现在你愿意上帝听你的祈祷吗？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有2个妈妈，因是用真大的辛苦甲努力，才生出来因的红婴仔。今仔日的圣经头一个故事咧讲起一个叫做伊丽莎白，伊的丈夫叫做撒加利亚，因2人到年老一直无法度有囡仔。虽然因迫切祈祷，但是因已经对生孕、生育囡仔失去因的愿望。但是伫主耶稣降生进前，这对夫妇天使甲伊讲，你要得到一个囡仔。这个丈夫讲，较有可能，我已经老啊，亲像阿伯来喊。天使甲伊讲，上帝照讲，伊就照安尼应允。后来，这个囡仔出世，是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人，伊叫做行洗的约翰。这个爸爸嘛，因为天使甲伊讲的话，伊无相信，所以变做假教。伫个囡仔怀孕到出世这段时间，这个祭司真做一个假教的人。直到伊的囡仔出世，兄弟姊妹，2000年前的故事，今仔日也发生伫平壤，也发生伫晨会。生囡仔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我才知影。生囡仔有真多的困难。愿天父上帝特别祝福今年出世的4个囡仔，恁做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人，上帝通过这个红婴仔祝福恁的家庭。所以兄弟姊妹，原来用较无的心来听圣诞节的故事，也通过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咱来问讲：上帝，你通过这个故事要甲阮讲什么种的信仰的功课？上帝通过圣诞节的故事要甲咱讲什么种信仰的功课？天使甲撒加利亚讲：上帝听见你的祈祷。兄弟姊妹，原来伫圣诞节所发出的祈祷，是一个上帝大大怜悯的祈祷。伫圣经中间，我上爱读圣诞节的故事，其实是伫路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的福音书中间，路加的福音的圣诞节的故事是上水的故事，其他的福音书拢讲了足短。但今仔日牧师伫圣诞节中间要甲咱回顾圣经中间5个真要紧的故事，咱拢甲南做伙。4个故事伫路加福音，独只有一个故事是记载伫马太。什么种的故事？就是当的博士去敬拜耶稣，迄个故事是写伫马太福音。但是咱来圣诞节咧演剧的时，其实咱拢分袂清楚，到底是路加的故事，也是马太的故事。其实分袂清楚嘛，不要紧，这就是耶稣降生的故事。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定心，咱听天使所讲的声，咱通过这个5个故事，咱发出5个祈祷，5支拉条，咱发出5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上帝听咱祈祷的故事。天使来到撒加利亚伊的祈祷的中间。撒加利亚本身就是今仔日的牧师，伊是犹太人的祭司，伫圣殿的内底常常咧点到烧祭、献祭的人，日时眠时，拢互上帝这段的火常常倒来。天使对撒加利亚讲：毋免惊，因为上帝有听见你的祈祷。咱就爱紧甲上帝讲阿们。上帝，我嘛要祈祷，你嘛要听我的祈祷。我相信。你听撒加利亚的祈祷，你嘛要听我的祈祷。咱的祈祷伫圣诞节中间，咱来确信，主要听咱的祈祷。天使甲伊讲，你的婚姻人伊丽莎白
要甲你生一个囡仔，上帝要甲伊号名叫做约翰。兄弟姊妹，今仔日伫咱中间有两个妈妈，因是一个真困难怀孕掉胎的妈妈陈慧萍蓉，因每一礼拜拢爱注射，来互伊的抗体无伤害伊的红婴仔。家己注射，逐礼拜注射，常常注射，是用一种何等的辛苦，伊的囡仔才出世伫咱的中间。兄弟姊妹，咱做伙陪这两个妈妈，陪三个妈妈，咱为因的囡仔的成长来欢喜，因为因的囡仔就亲像这个加西的约翰，是伫基督的中间上帝所赏赐的。我嘛相信咱在座有的妈妈，你的生产的时真顺遂，毋是代表你无基督，毋是。无论咱的囡仔怎样来到咱的家庭，拢是上帝所赏赐咱的。一个囡仔要甲耶稣做为成长，所以牧师搁一摆讲这个故事的时，有一个心意。咱的囡仔的名虽然无叫做约翰，但是牧师要邀请恁，互恁的囡仔甲主耶稣做为成长。第二个故事，我要甲恁讲，玛利亚去看伊丽莎白，因为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甲伊丽莎白是亲情，所以听到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所以玛利亚就去甲伊看。玛利亚去看伊的亲人伊丽莎白的时，伊一甲伊请安的时，伊丽莎白内底目睹这个红婴仔，伫遐噗噗跳，踢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知影讲，哦，玛利亚无简单，因为伊一讲话，我的囡仔就感受。伊知影有一项大代志要发生伫玛利亚的身上。兄弟姊妹，要将咱的囡仔带来到耶稣的面前，亲像加西的约翰，甲还未出世的耶稣，因的妈妈受拄的时，因伫圣经的内底就感受到耶稣所带来迄个救恩的伟大。兄弟姊妹，愿上帝，互恁听到圣经的故事，互恁相信，互这个故事伫恁的家庭中间成做恁的故事，毋是敢若2000年前路加所写，这个伊丽莎白、约翰、玛利亚、耶稣，这个故事嘛，伫咱的家庭的中间成做一个经验着主耶稣所带来的救恩。直到约翰出世，伊丽莎白的喙得到透放，又搁开始会讲话。兄弟姊妹，愿咱的家庭，这个信仰对咱到咱的囡仔，到代代无尽。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勇敢祈祷，敬虔祈祷。也愿天父甲恁讲，上帝听恁的祈祷。也这阿们吗？恁愿意成做一个祈祷的人嘛？圣诞节咧讲，人甲耶稣做伙见面，迄个相拄的意思就是面对面、手对手，伊所带来的礼物是真的。不是听讲今年的圣诞节得等教会要分礼物，恁就去做礼拜，毋是。是咱听到主耶稣降生的事，咱对心内就充相信。上帝要对天顶将这个幸福、将这个祝福，就享受在咱的家庭的中间。第二个故事，咱要讲起玛利亚去看伊丽莎白，两个怀孕的妈妈。玛利亚也未怀孕，但是伊要去看伊丽莎白进前，伊已经甲天使相拄。天使伫迄个所在，甲伊讲：玛利亚，有一项真神圣的任务，就是有一个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要对你的目睹，来成做人类的救主。你就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玛利亚的故事真水，所以伊知影上帝的计划。但是伊无拍算，伊去看伊的表姐伊丽莎白的事。当伊甲伊丽莎白咧讲话，
就是人甲圣神、人甲上帝见面的时，所会拄到的就是圣神的感动。所以这段故事咧讲起伊丽莎白甲玛利亚因两人伫讲话中间，伊丽莎白内底迄个约翰，伊就感受到迄个至圣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临到，所以连要出世的囡仔，伊对心内就产生一种的跳跳、欢喜、跳舞。所以伊丽莎白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伊就解说这个经验。这个囡仔毋是敢若活跳跳咧踢我的目肚，所以伊丽莎白伫迄个中间，伊就解说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就产生一种的欢喜。伊就甲玛利亚讲：“你是所有怀孕的妈妈中间上福气的，因为你所得到的怀孕，是世间人所无法度有的。”伊虽然毋知影这是救世主，但是伊知影。玛利亚伊的目肚内底有一个奇妙的圣诞祝福临到。后来玛利亚要出世，伊听到天使讲话，毋是玛利亚要出世，是玛利亚听到天使讲话了后，伊顺服，伊恭敬领受上帝的旨意。所以玛利亚伊就讲出一个祈祷，兄弟姊妹恁通倒去，特别在座的姊妹。用玛利亚的祈祷做你的祈祷，这叫做玛利亚颂。天主教真重视这个祈祷。玛利亚的歌，玛利亚的祈祷，伊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用我的救主耶稣做我的阳光。我虽然卑微，但是以后万世代要称我最有福气的。兄弟姊妹，愿玛利亚这种敬虔的心。以及伊对上帝所领受至大的福分，嘛甲恁三甲伫地。兄弟姊妹，无你交易，恁要用祈祷起造恁的家庭，恁的丈夫要用流汗起造恁的家庭，但是每一个妈妈要用祈祷来建立恁的家庭。特别上帝将这个恁的囡仔放伫恁的目肚的内底。无论是8个月、10个月，兄弟姊妹，特别是姊妹，这是一个至神圣的使命，伟大。上帝祝福恁，今仔日有3个囡仔，安陆、陈慧的双生仔，圣允、圣诗，阁有阿伟甲平荣因的依安，阁有就是苏慧杰伊的孙仔。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伫今仔日就亲像伊丽莎白的囡仔，伊要成做耶稣的奴仆，要为耶稣开路。行使的约翰来到这个世间，伊早耶稣6个月，伊的任务就是要行伫耶稣的头前。伊讲有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降生。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的青年。你嘛要成做行使的约翰，甲耶稣同过恁的人生，恁的生命要只有敬拜上帝，没有世俗化。行使的约翰最大的生命的特质，就是伊甲这个世间不妥协，伊过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虽然这个人最后牺牲，但是伊伫圣经中间是极阳光的人。上帝好有足大的权能，就是带人悔改，带人行伫光明的中间，带人认捌耶稣基督。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会当看见圣诞节的故事。伫今仔日的礼拜，恁听了牧师，佮重新讲一摆，这个路加的4个故事，马太的1个故事，5个故事，就称做5个祈祷。这5个祈祷最重要。就是要甲咱的主耶稣讲，主耶稣，这5个人拢拄着你。主耶稣今仔日我嘛要拄着你，不但拄着你，主耶稣我要对你到我一生一生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天使对各样的牧羊人伊讲，无你惊，我报你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亲爱兄弟姊妹，
互牧师今仔日有即个荣幸、即个荣幸，甲恁讲即个故事，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好无？互即个耶稣降生的祝福，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不但甲咱有关系，甲咱的微信的亲人有关系，甲咱的厝边有关系，甲每一个咱作为接触拄着的人拢有关系。关天师甲牧羊人所讲的，即个欢喜，欢喜都要有行动。牧羊人若听到天师讲话，无去逼而行，因就毋是看到耶稣迄阵会高扬的人。所以圣经有真侪故事，圣经有真侪的图，2000年来到伫全世界真侪圣诞节的图片。这张图片就是咧讲起高扬的人背叛约瑟甲玛利亚，因看见倒伫迄个马槽内底主耶稣基督，欢喜欢喜，就是欢喜，小拄甲咱的主耶稣三甲伫地。感谢上帝，今年小树牧师一张遮尔水的图，这张图有水无？哦，真浪漫。这是写伫马太福音第2章，是唯一伫马太中间的足特别的。伊讲3个看见，就是会算命的人，3个要看天文、看地理、看风水，3个博士，毋是3个。圣经无讲3个，但是咱拢演戏，咱拢简单甲伊讲3个。其实圣经伊讲有几个。真水的故事，这个故事咧，甲咱讲起，因不惜路途的遥远，对东远的东远，骑骆驼经过沙漠，来找找天顶启示的迄粒星，有一个伟大的代志要发生。伫迄个所在，因讲，迄个出世要来做人类的救主，迄个人伫什么所在？马太伫迄个故事中间讲，因咧问，迄个出世要做以色列人的拯救，做犹太人的王。阮伫足远足远的东方，看见天顶一粒星，阮知影有一个伟大的救主要降生伫即个世间，因就行动。兄弟姊妹，咱毋通干那做一个坐伫礼拜堂内底。听讲道做礼拜基督徒，为着幸福，咱爱去找找。所以今日牧师第一个伫题目的中间用找找、对找来邀请兄弟姊妹，幸福伫咱的头前，找找的人就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互咱的礼拜。是咱一生改变的开始。每一代的礼拜，咱拢伸出双手，主啊，我将我的困难交伫你的手中。主，我伸出双手，领受你对天人所赏赐我生命中间的幸福。愿今仔日这5个故事帮助咱。4个故事过最后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老人。伊坐伫礼拜堂圣殿内底，常常咧敬拜上帝。伫一礼拜的中间，伫迄个安息日，伊拄着玛利亚甲约瑟带即个红婴仔入来做礼拜。即个老人的名叫做西面。西面马上知影一个奇妙的代志，伊甲即个主耶稣红婴仔耶稣。伊甲玛利亚甲约瑟讲，敢会当互我抱一个？伊抱伫伊的胸前，伊看着耶稣，伊讲：主啊，我死而无憾。圣经毋是安尼写啦，但是圣经讲：主啊，你通透放我，我的年岁已经到了。今仔日我会当亲目睭看着犹太人。将近1000年来，伫耶路撒冷一直哭，一直祈祷讲：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西面讲：主啊，今仔日我抱着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到了，死而无憾。兄弟姊妹，你敢
意外会当得到，互你感觉有够啊！我一生哪会当安尼，足够呀，满足，真正经历着对天灵来迄个降生的救恩伫恁的家庭。关生命的故事，真做咱生命的据点。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恁拢有一个幸福。伫恁到年老，伫恁到一生的路尾，恁抬头看耶稣，抬头看上帝，你讲主，我感谢你，我的人生无遗憾，我的人生无遗憾。若牧师有权柄通祝福恁，这是今仔日的礼拜，我对兄弟姊妹会带到甲祝福。愿上帝互恁亲目看到救恩。西面讲，当我亲目看见主的救恩，兄弟姊妹，愿恁毋是干那听讲道，愿恁是领受，一摆又一摆，主啊，我的生命何等会满足？愿上帝安慰咱的四大人长辈，互恁对心中感觉人生是幸福，带着这种的幸福，看天顶的上帝，即时到将来，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上帝为着世间人所有备的，西面甲约伯拢讲同款的话，所以牧师强读约伯记，这是约伯记中间上重要的金句。伊讲我的耳孔过去风声，我前风闻，我的耳孔捌听见圣经咧讲起上帝你的伟大，但是今仔日我亲目看见，无领受无准算，信仰若无经历嘛无准算。兄弟姊妹，真侪基督徒讲可遇不可求。因为我听一世人的讲道，但是我从来毋捌看过迄个创造天地耶和华的荣光。咱拢感觉信仰是一个可遇不可求，但是毋是，是可求可遇。你会当好大祈祷求，你会拄着，因为主耶稣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你开。有一日你会讲，主我知，你听我。我虽然毋捌看见你，但是我知影，我挖了这口气，我一世人毋捌看到我所吸入去这口气，但是若无这口气，我就袂通挖。我虽然无看见，但是我知，你伫我的内面。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祈祷，存着双手，敢会当互牧师甲你提醒，你回顾你追随这个信仰，追求这个信仰到今仔日，你拄着吗？伊琳的妈妈伫伊人生最后的旅程，伊拄着主耶稣。伊洗礼了后，生命全然无共款，亲像拄出世的红婴。圣经讲，迄叫做顶头生。今后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的人，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兄弟姊妹，好毋好？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祈祷的时，拢伸出双手，毋免惊歹势。你若惊歹势，伫你的厝，你着跪落来祈祷。主，我伸出双手，求你甲我同行。人若甲你讲可遇不可求，你毋通互魔鬼甲你骗你。可求可遇，不是可遇不可求。这对咱来讲是一个一生中间上重要、上重要。有人讲，当人甲上帝相拄的时，会安怎？这种的经历要帮助你有足大的改变。今仔日在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
伊讲当人甲上帝相拄的时，迄就是一个幸福的开始。我搁讲一解，伊讲福音的喜悦，方志搁叫做伊讲当人甲上帝相拄，当人拄着耶稣的时，这是幸福的开始。伊甲伊讲，这叫做福音的喜悦。所以伊伫几年前，伊讲一篇的讲道，就是用福音的欢喜。搁有另外一个真出名伫丹麦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人，齐克果讲，当一个人伊真正拄着上帝的时，迄个经验要产生新的智慧，迄个经验要产生新的智慧。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若拄着上帝，伊就知影人生无共款。齐克果把迄个智慧称作主观的真理。今仔日牧师无要甲恁讲遮尔哲学性的解说，因为我若用即种理性的讲道，恁也无拄拄相信。但是牧师祈祷讲，今仔日写的圣经的5个故事，感动恁。这5个故事真做恁的故事。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嘛要拄着你。圣经内底咧讲的小拄，伊有另外一个真水的字，叫做谢果。谢果是一个真奇妙的字，一个真宝贝、真奇妙。人甲人相拄，有人相拄了，有一句话叫做一见钟情。你敢相信？这毋是干那爱情尔。有人拄着耶稣了，伊一生就无改变。无改变的意思，毋是讲伊听讲都无改变。伊的意思就是，伊无改变对耶稣迄种刻薄甲追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小拄圣经讲 ，pagash， 这个字就是奇妙的小拄。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定。圣经安尼讲，有一日，咱要伫空中甲耶稣相拄。你相信圣经讲的话吗？你相信有一日你要甲耶稣相拄吗？保罗记载伫伊的话，写伫什么所在？写伫帖撒罗尼迦第4章第7节。古早听拉里奥今仔少年囡仔可能听无啦，迄叫做 radio， 英语叫做 radio， 就是收音机。原来做手工，原来伫工厂上班，都爱放迄个拉里奥，伫遐听故事。广播的人就讲，后礼拜大家空中再相会。兄弟姊妹，毋免等到咱过身啊！空中再相会，就是我的灵甲看袂到的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谈恋爱。上帝祝福咱，你的囡仔，咱的家庭，可求可遇，这你相信吗？我咱遮做一个基督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讲，天国是努力、认真的人会当得到。我用较通俗的话甲咱解释，幸福是认真的人得到的。所以若无要认真读册，无要认真做工课，敢若坐伫遐等，毋通笑想。所有一切真理、宝贝的幸福，拢是付代价。你讲牧师，那安尼都毋是救恩啊？毋是，迄嘛是救恩。因为主感动咱遮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愿意为着真正的真理甲幸福，咱拍拼去找找，就亲像这个朴素。愿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内底，真奇妙奇妙，欢喜欢喜。每一条圣诗，拢是感动中间所写的。每一摆咱吟圣诗，拢是一个改变。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2项代志。第一，互主耶稣改变你的活命，互圣诞节，诚做咱生命改变的开始。
圣经有真侪故事拢讲起人甲上帝相拄。圣诞节特别咧讲起西面，咧讲起该撒利亚，咧讲起伊丽莎白，咧讲起玛利亚，咧讲起各样诶。咱拄着耶稣了，咱安怎？咱做礼拜了，咱安怎？咱要得到一种生命的智慧。齐克国讲，通过我甲上帝面对面，伫我人生中间所拄到的经验，我开始去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代志？这样代志，上帝到底要甲我讲什么？我一定甲我分享伊的妈妈伫恁即个受洗了后的改变的事，我听了真感动。所以我甲郭一玲讲，你爱想好，你爱安静，因为所有的经历要带来一种新的信仰的智慧。齐克果讲，迄就是主观的真理，是你的。你通过经历，你安尼主张，迄嘛就是方济各讲福音的喜悦。所以平常你抱这个囡仔时会记得。爱将这个囡仔交予耶稣。我要甲所有妈妈讲，这话我已经甲阿伟甲平常讲，因为因的年纪才来生这个囡仔吼，我上惊这样代志就是听成啦，恁听无？好无容易，一个宝贝囝出世，拼命甲生。我甲阿伟甲平常讲，爱听，但是毋好生，真爱。愿天父上帝帮助恁有智慧，因为经历要带来恁人生的改变。今仔日恁手抱这个无简单所得到的红影，所听的姊妹愿咱做伙来做礼拜。这些红影今仔日伫咱的中间的亲像行洗的约翰，伊出世来咧等耶稣。所以咱所有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做礼拜，伫圣诞节的时阵，咱嘛咧听候主耶稣。愿咱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看见上帝的听，看见上帝的拯救，看见上帝所有备对天地来的祝福，互咱感觉没有遗憾。我死嘛愿意啊，无啥物可惜啊，因为我感觉我的人生有价值。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认真去找找。信仰爱追求，反正我真感谢恁重视礼拜日。但是兄弟姊妹，无事讲一个较无客气的话，干那做礼拜无够严呢？爱认真读圣经，爱认真灵修。兄弟姊妹，恁的生命的改变绝对袂当靠一礼拜一摆听讲道。恁爱真正常常跪落来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话，主甲咱三个伫地，互咱甲伊相拄的时，咱的家庭得到幸福，咱的囡仔好幼稚，快成长，有智慧，将来有主张，无容易互人欺骗。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祝福恁的亲人。兄弟姊妹，愿上帝将这个救恩放在咱的家庭，因为圣经讲，一人得到祝福，全家拢得到祝福；一个人得到救恩，规个家族到万世代拢得到救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到咱目睭刻，对今仔日开始到咱目睭刻。无惊吓，欢喜平安喜乐，主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天父上帝施恩，兄弟姊妹，祈祷，邀请主耶稣做你的家庭的主，大事小事主耶稣为恁排解。邀请这主耶稣，请做恁甲上帝祈祷的帮衬。伫你祈祷了，你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帝讲好，我照安尼成就。咱同心来祈祷。
想事拯救天顶的上帝，愿感谢你，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敬拜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愿纪念遐有福气的5个故事。对今仔日这个故事要成做阮的故事，所以耶稣，阮邀请你进入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因的人生。主耶稣，你带天顶的恩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安然跟随你的脚步，通过你的圣礼典来祝福领受小儿洗礼的囡仔，通过你的圣餐来养饲阮的灵魂，互阮过顶头生活命。阮伫你的面前祈祷，我靠你的圣主名求，阿门。咱来吟洗礼的圣诗，来准备小儿的洗礼。伫咱吟诗的最后一节，请这2个家庭的爸爸妈妈将恁的囡仔带来头前，来领受圣洗礼。咱来吟圣诗214首。圣会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的小儿，亲像骨肉行家呢，表面行日属上帝，家的所用洗礼体。自早以来无更改，洗礼表明有因信，就是基督甲满心，大家大罪来出世，求主欢喜赐福气。最高贵名因的心，白家将论体一因，爸母已经受洗清，咱的家己甲罪成，在查处都有所惊。毋是现今大地人，这无体行的名扬，毋通恶因叹世上，就是这样上的相信，日日因抓行天路。阿门。大家请坐。咱得的帮赞是我靠摇花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4个月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又安尼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拢赏赐予我，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囝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你的，着教是因来遵守，搁我一日甲恁三甲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安鲁。陈慧、阿伟、平荣，恁注意听这话。当恁的细囝要领受洗礼，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就替恁的囡仔告别恁的信仰。恁有相信上帝是恁的天父，耶稣是恁的救主，圣神是恁的保惠师，也无？
因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耶稣基督的真理甲做基督徒的本分来教示恁的囡仔，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甲因所行就合伫教会的法度。恁愿意照安尼来做也无？咱首先来请阿伟甲品荣将义安拖来头前。义安，耶稣听你，你家要不要摕起来？主耶稣，我奉爸囝圣神的名，义安，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进入伊的国度，对这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耶稣听你。来，请安路甲陈慧、盛云、盛熙，好，你来了。耶稣爱你。圣云，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进入上帝的国度，成做伊的囝子，对这世到永远无尽。阿门。你已经有了。圣熙，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进入上帝的国度，成做上帝宝贝查某囝，对这世到永远无尽。阿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恳求你保守这三个囡仔，以及苏伟杰的孙仔。所以恳求主你，互每一个细囝拢伫主你的恩典照顾的内底。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恳求你，找起圣神来陪伴这个父母。互因出因的细囝的灵魂体，伫因成长的过程，因的智慧甲上帝的听也哪加添。愿恳求主你对天顶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施乐赏赐，互囡仔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平安甲喜乐，帮助因脱离成长过程中间所拄着各种的引诱。互因伫圣神的帮助的中间过圣洁的生活，直到因长大成长，因要告别因家己的信仰，对上帝你到一生的落尾。阮的主上帝，阮恳求你，照着主耶稣2000年前伫拿撒勒的事，有人将细囝带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给伊祝福。阮恳求主。这种的祝福，愿临到这两个家庭，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三位细囝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要进入教会真侪未陪产的会员，来有份伫新约的恩典。但这三个囡仔的爸母，恁已经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替因做信仰的告别，恁就要担当这个责任，代替上帝甲圣神同工，养育恁的囡仔，直到因成长。阿门。好，请转过去哈。兄弟姊妹，咱给因拍手，好不好？好，这样，这两个妈妈真正是真伟大的妈妈，吼，因无嫌艰苦，唔惊皮肉会痛痛，吼，伫因怀孕的过程，吼，上帝怜悯，因为牧师过去咧陪伴因祈祷的时，其实有时我本人嘛会感觉信心
会无够囝，吼，我会烦恼因会怀孕，敢有可能？吼，但是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所以该撒利亚甲伊丽莎白的故事，今仔日就伫咱的中间，吼。兄弟姊妹，咱来吟诗来准备圣餐，咱来吟216首，只有一节尔，吼。请咱起立。我命的病为人民背叛，真有的背都出乎我还，你有讲出我命的假实，我的下罪是对你心，我心忧伤，求主来看顾我老能空，愿你恩下最稳定的恒，我的勇气免各要个阿门。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阮因来甲因邻食，因也要甲我三甲邻食。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稳定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予恁，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有八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饼甲葡萄汁，阮要纪念你的救恩。你通过你十字架极大的救恩来设立这个圣礼殿，到代代你的教会拢要纪念你。愿恳求你用你的权柄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这个饼甲葡萄汁成做阮灵魂体的食物，也通过这个圣礼殿来表明，互阮甲主你真实。来结连做伙，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主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愿在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牺牲流血，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陈英宏长老甲刘克龙长老来旁边。
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亲爱的弟姊妹，恭敬祈祷，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圣餐，咱搁一摆甲主耶稣结连，用圣餐来邀请咱的主耶稣进入伫咱的生命中。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安静祈祷，邀请主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通过咱领受这个圣餐的饼，咱恳求主耶稣活伫咱的内底。对咱开始，无搁再是咱个人，乃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活伫咱的生命中。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吃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陈英宏长老，还有陈忠胜长老，还有蒋淑卿长老来旁杯。主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血。这是新约，你就用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无捧着杯？无捧着杯的人，请你举手。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阮领受圣餐做阮灵魂的食物，通过圣礼顶，阮明白你的疼，阮食做耶稣基督圣经奥妙的身躯，就是受祝福信息的基督徒，是你天国的后裔。主阮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献予你的时，求你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通荣光你。祈祷我可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准备来奉献。
所这啊，拢袂通甲咱做伙做礼拜吼。咱真欢喜今仔日所这的姊妹今仔日小小姐妹专工去甲伊载伊来做礼拜吼。咱真欢喜所这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牧师等下替你祈祷吼，牧师替你祈祷吼。搁有就是伊人专工去台中载阿嬷去凤原载阿嬷。今仔日伫咱中间，咱甲欢迎阿嬷头一摆，甲咱做伙做礼拜吼。好，咱来为这两个年长的长辈祈祷吼，咱来为这两个年长的长辈来祈祷，咱求上帝祝福因身躯健康，特别祝福阿嬷吼。咱求天父上帝互阿嬷，伊伫上帝恩典中间，每一天拢充满平安甲欢喜。咱做伙来为着所这甲阿嬷来祈祷吼。我命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士大人长辈，在座所有遮年长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特别为着所这来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因为阮知伊真少年教会，但是因为即届疫情，伊无法度常常来伫阮的中间，甲阮做伙做礼拜。阮恳求上帝施恩伫所这虽然伊无伫阮中间，但是伊的心拢常常向上帝。主愿将所这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用你恩典的油来祝福伊。主愿伫你的面前真欢迎阿嬷来到阮教会，甲阮做伙做礼拜。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祝福阿嬷，每一天拢充满平安，想使伊每一天拢有教育的开力。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嘛，为着阮教会在座所有年长的阮的长辈来祈祷，为着本日长老娘，为着张长老，为着张成吉师娘，为着所有嘛，包括恳求主你照顾伫台中的詹天皮，伫台中的蔡敬兄夫妇、庄世德校长，也照顾今仔无伫阮中间的天皮老师，甲伊的负责人。主嘛求你照顾玉雪长老，甲陈汉姊妹，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在座所有年长的长辈。主啊，你互因每一天拢有充足的开力，有上帝你对天顶的恩典。主你祝福因，阮伫你面前感谢你，赏赐因诚做阮生命的恩典的家庭的长辈。阮伫你面前深深感谢，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咱来请生日的人，即礼拜生日的人有伫咱中间，来请刘老师吼。咱请生日的人伫咱的中间，在方兄敢有来？好。严聪啊，敢有来？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我命的主，阮过生日的兄弟姊妹，恭敬徛伫你的圣殿的内底。主，因对你恳求，主你用你的恩典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福杯满溢。主耶稣，你就是阮快乐的源头，就是一切恩典的赏赐者。主，阮将刘老师交伫你的手中，奉你的性命恳求主你，你互伊过来新的一年，力上加力。主你互伊诚侪你改变的恩典的记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迎创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油抹伫伊的头壳顶，互伊充满上帝你对天地来的赏赐。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恩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主，阮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天父上帝，你恩待因伫过来一年。主，伫生日的时阵，因对你恳求，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你的天使要对阮讲，你的上帝听见你的祈祷。主，愿你赏赐圣神带来智慧，互因会当成做一个善用上帝所赏赐因每一日结出好的果子。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兄弟姊妹，后礼拜咱要庆祝圣诞节，今年圣诞节有较早，20号，咱通常他写23号、24号、25号，今年圣诞节有较早，但是咱20号的迄个圣诞节赞美感恩礼拜，兄弟姊妹，请唔免客气。请你踊跃参加，牧师爱恁报名，毋是讲恁无报名就袂当来，毋是迄个意思，是互咱较通知影讲，恁会当带几个朋友，会当亲人做伙来欢喜即个圣诞节，所以咱带咱的亲人做伙伫圣诞节时，咱做伙来享受上帝的祝福，搁有就是即个拜4、拜5迎暗。是咱的社区报佳音，即几年咱的社区报佳音，咱参与的人数拢无足理想，无时间袂当甲恁拜托，因为这是咱代表教会出去采接，嘛代表咱的教会，甲咱的社区的人讲祝福的话，所以若你的时间会拄好，牧师要甲恁邀请，嘛拜托恁大大小小拢做伙，这是咱的教会一年才一摆。对咱的社区讲，阮有教会伫遮，阮有教会伫遮，耶稣要祝福恁，所以兄弟姊妹，请咱做伙伫拜5的迎暗，下面即个等一个咱吟即条耶稣听你的诗歌了后，陈牧师要带咱，要甲咱做报告，圣诞节一寡细节活动要甲咱做报告，奉献，安那，奉献了啊。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耶稣，你个后面一摆嘛不要紧。耶稣，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永远听，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愿主耶稣圣诞节祝福满满伫恁的生命中，下面咱来请陈牧师先报告，了来请众神长来报告，
个人，吼，请你掠菜刀来切伊的吧。啊，迄个拜六下晡2点，还佫有咱的迄个瓦斯炉吼，无啥够，所以厝里咱旧年就甲恁招啊，厝里若有瓦斯炉的吼，请恁摕来借到的，啊，你爱写你家己的名，做一个记号，啊了吼，麻烦你会记咧，家己款款的摕转去，毋好过规礼拜了再来甲牧师啊，阮的甲师老去去倒。我要告诉你们，我嘛毋知，因为咱咧无用足侪物件，爱麻烦恁吼，随时来处理。啊，欢迎咱大家来过一个真快乐的圣诞节。来这个圣诞节嘛，咱大家来到处来吼，报告异乡。再来问题，这个等下那个古代子做完以后留下来记一下。对，直接就直接过来。好。马上练嘛吼。对。咱下个下晡迄个海宴就是要正目的啦吼，很慎重哦。包括天使嘛哈。对。那个葫芦的。好，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一礼拜长，家庭礼拜暂停。拜六有拄牧师有报告咱整个今年度圣诞节的活动吼，请咱拢把家己会当的时间来参与。圣港服侍后礼拜书会，请林七吉长老。领诗，请曾家庆兄弟司琴，请李慧英姊妹书献，请曾主席执事到胡书记执事。交代请第二组爱餐暂停。新港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逐工来读圣经。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咱为着林圣云、林圣熙、宜安实行小儿洗礼。皈依上主恩典，保守一生一世。第二，12月20，就是后礼拜礼拜圣诞娱乐礼拜要有爱餐，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请统计报名，互准备的人会当来准备吼。第三，为着要防疫情的扩散，做好咱自我的保护，配合防疫政策。出席礼拜甲聚会，请咱戴口罩。第四，拄整个咱规个礼拜圣诞的活动，但牧师拢有真详细报告，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请咱继续为这个生日的兄弟来祝福祈祷。同个报告，请咱家己看，有问题请按会计来订正。内底的事项第一，请为着台湾甲世界会当度过即个武汉肺炎的感染期，咱来祈祷。第二，请为中华中华50周年的事工来代祷。第三，请咱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受者张晨、詹清俊、钟岩、詹达、詹仁比老师、吴彩文姊妹、洪玉基执事娘、庄仁志、洪昌炎、刘克龙长老、洪在金兄弟、詹素莲、曾燕传，咱为这身体欠安的继续来祈祷。第四，请为教会青少年的学校的课业来祈祷。第五，请咱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六，请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自治教会、德科达雅教会来祈祷。咱来吟上吟圣诗507首。因讲归圣父上帝，因经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临时刷请曾牧师祝祷。因更归圣父上帝，因更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无穷无尽，阿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你每一位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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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得避讳。